只要你去開始，你就會變得好犀利。你唔需要等到好犀利你先去開始嘅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邵天啊，係一個24歲嘅拳擊運動員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點樣先為之算係一個運動員啊？做運動員要天生好勁啊，定係本身好捱得苦先可以做得到呢？有冇諗過普通人同運動員之間其實即係差一樣嘢呢？即係差有冇開始去呢件事？聽落好廢啦，係咪？咁假設你係一個從來都唔做運動嘅人啦，今日你願意落去跑10分鐘，咪好攰啦，係咪？咁第二日繼續堅持跑呢10分鐘，去到第3日慢慢加上去，我跑15分鐘。今日由一個唔做運動嘅人去開始呢件事，咁咧你已經跨越咗同運動員之間嘅嗰一條線㗎啦，冇大家想象中諗得咁複雜㗎。只要你去開始，你就會變得好犀利。你唔需要等到好犀利你先去開始㗎。最後我會間唔中分享下同運動相關嘅嘢啦。咁如果你好中意聽我講咧，歡迎 follow 以上呢個 IG。我哋之後繼續見。所以